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珠。新闻开始来关心，即阵已经等候联合国的大会实体会议20召开，各国的领袖拢有亲身参加，到现场去发言。联合国秘书长伫开幕的时，伊是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还有即阵气候变迁这危机，有提出警告。伊警告讲，即阵的世界更危险。不过，俄罗斯总统普廷伊是批评这是美国甲西方的国家在阻碍世界发展，伊嘛坚持讲俄罗斯会行维护主权的路线。参加各国领袖甲代表陆续到联合国总部大楼参加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今年联合国大会开幕实体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伫开幕致辞，针对乌克兰战争、全球冲突增加、甲气候危机等，呼吁各国领袖爱重视。Our world is in peril and paralyzed. Geopolitical divides are undermining the work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dermining international law, undermining trust and people's faith 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undermining all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 cannot go on like this. 古特瑞斯也强调，希望也是存在爱各国领袖透过合作甲对话来化解无共款的意见。这是联合国大会伫过去2年受疫情限制，今年用实行举行了后，第一摆开幕实体会议。各国领袖被要求亲身到场讲话，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用录影的方式讲话。未出席的俄罗斯总统普廷是在大会开议进前接近新到任外国大使时阵发表讲话，暗示美国甲西方阻止世界调向多极化发展。К сожалению,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тех, кто пытается сохранить роль гегемона в мировых делах и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все, и Латинскую Америку, и Европу, и Азию, и Африку. Над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этого гегемона неплохо это получалось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овольно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普廷也强调，俄罗斯未偏离维护主权路线，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会致力团结协助处理全球问题，各项严重的区域冲突得到解决。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今日9月21，嘛是咱的国家防灾日，所以伫年暝9点21分的时，政府会安排地动海扫这天灾的警报演练，民众拢会收到警报简讯，请民众唔免惊吓，买当趁机会思考看卖，准讲真正发生地动也是海扫，要安怎应用？啊，那伫早起10点59分的时，全国的电视画面卖自动跳到公司13台，同齐放送防灾消息。9·18大地震伫花莲造成灾害，因为21就是国家防灾日，政府规划针对花莲外海模拟发生规模8的大地震，花莲出现严重灾害情景，和全国消防甲搜救人员以及专工参与的国际搜救人员积极投入救灾演练。像前几天，高丽沙站楼厝倒去，参与搜救的人员也赶来参加演练。除了在地的花莲县以外呢，第一支来到灾区救援的特搜队，包括消防署特搜队之外呢，还有16个县市都有派特搜队员来参与这一次的防救灾演练。长官他其实对于这个地方的重视，所以投入蛮多的资源。那采购我们相对的比较多的、比较先进的一些医疗设备，这是让我们可以在野外工作的时候，然后可以去做比较好的医疗量能的那个发挥。新北市的消防搜救人员也参与演练，继续强化搜救能力。为了强化民众防震防灾意识，政府伫早起9点21分开始，要进行地动海扫等的警报演练，民众会收到发送的简讯，会当同齐演练。收到这个警报讯息的时候，记得不要慌张，然后可以来一起演练这个抗震保命的3步骤：趴下、掩护、稳住，那来熟悉这些遇到地震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来保护自己。另外，21 10点59分一个全国的电视画面也会自动切换到指定频道的公司，公布播放防灾的紧急信息。政府希望善用科技加强化示警机制，提醒民众防震防灾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9·18大地震发生了后，即马根据统计，地动尾已经豆豆的减少啊，规模嘛有在降低。所以气象局是认为讲，即阵地动已经豆豆慢慢在收尾啊。也毋过伫即个月内，也是有可能会发生地动，乡亲共款爱细致。花莲玉里未少车路因为地动，点仔家路拢闭起，嘛有真侪逼顺。技术提仪器测量闭开的芳，
透过收集资料来进一步分析地质。以前在那个玉里国小那边是以前的破碎带，那地表会从那边出来，但有可能它会从原本的地方重复发生。6.8大地震了后的2天，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持续监测，为每点钟地震发生的趋势看来，地震的频率甲规模拢有明显降低。根据统计，主震进程拢总有73届的前震，18主震了后到20尾仔有92届的地震尾，其中规模5至6个拢总有8届，发生的时间拢较晚主震。地震测报中心表示，地震的活动有豆豆转好，接落来应该还佫有地震尾，不过袂遮尔接，会当放较轻松淡薄啊。目前观察这届地震序列，测报中心佫一届强调讲，毋是地上断层引起的。我们在地质构造上面往这个地表下来看，震央或者主要震央群的位置，确实就不是，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地震哈，确实不是发生在这个池上断层的断层面上。测报中心表示，19过头了后，捌敢若剩小区域的地震，原本有淡薄仔烦恼，不过后来小连续还佫有地震尾。根据统计了后，认为目前符合地震序列有豆豆减少的标准，毕入地震期应该伫要结束啊。不过地质学家警告，最近50年来中央山脉断层玉里段是真少发生地震。豺龙堡断层伫1999年发生921地震的前30年，同款无发生什么地震，烦恼这届大地震会引发当地能量。玉里这区过去是没有地震的，极少地震就是，所以那区块是我个人非常担心的一块，因为你没有地震，它其实它未来也很有可能产生一个很大的地震。专家烦恼玉里断层已经去予中央山脉断层粗路大联动开始活动，呼吁中央会当赶紧展开当地地质的调查，嘛考虑敢是要公告中央山脉断层是活动的断层。另外，应该要维设相关的区域，确保计条物内进系数无问题，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地震造成的灾情，伫花莲隔江区6座桥海去，轮天桥也个高寮大桥断过放去。昨昏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有去高寮大桥勘查，认为这座桥爱卡掉定起。若玉长大桥变形，所以目前先封路。所以即阵护理要去玉里，拢爱细路，伫即阵会较不便。桥当作几落载划过市川倒伫的秀姑峦溪溪床，这座桥已经40年啊，总长390公尺的轮天大桥，未吸引强烈地震断去。伊北边的高寮大桥嘛是断几落过。20国家地震工程研究团队前往现场会勘调查，初步判定这座桥是符合当年耐震规范。不过地震的威力真大，直接把桥墩的铁啊规个踹断去。你看这只也是拉断的，这只是拉断的。以往的结构桥梁的设计里面是允许用这种搭接的方式，超过规模6就会有这种桥梁的 damage。对。高寮大桥损害严重，调查团队表示，要复原无啥可能，恐惊爱重建。不过重建所在爱阁谨慎评估地质的条件。这届地上大地震，地属花莲拢总6座桥受损，其中有2座断去，其他变形也是出现真大的裂缝。护理民众要去玉里镇的玉中大桥，桥墩的铁基嘛拢现出来，因为变形爱封桥。大地桥另外一边的护理居民一直讲，即马去玉里爱开3倍时间。不方便啦，到玉里差不多10分钟，即马绕过去才要半个小时。这个真无简单，为60桥山出来的民众想要去玉里镇买物件，山无法度出去。好多桥都封闭了，会不会很麻烦？你现在找不到路到玉里，对不对？是啊。护理居民即马爱驶去大桥线，再搁接玉里大桥入去城镇，结果透早玉里大桥车都排真长，因为受损，敢会当开放单线双向通车。国家地震了后，桥面有关系坎，速度爱放较慢。一届地震，互花莲民众无法度顺利通行，细路塞车，恐惊是在后正事上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在台湾隔江区36条活动断层，其中破过台北甲新北的山卡断层，互气象局认为讲是上界危险的一条。地震中心就表示，准讲这个断层有震动，恐惊规个台北的本地拢会落雨的引起。而且台北的人口这么多，专家就呼吁讲，防灾一定要采取实际行动。花莲发生大地震，各地出现灾害损失。根据经济部中央地质所的调查，全台湾拢总有36条的活动断层，其中下过台北甲新北的山卡断层，方认为是上危险的。山卡断层分做南北2段，
南边这段为树林向北延伸到北投，北边这段是为北投向北延伸到金山。气象局地动中心表示，若出现大地动，恐惊会致使台北盆地裂去，台北大部分的所在嘛淹去。大地震的几率在目前看起来并不大。如果三角断层发生大地震，那个情况确实是会非常的难以想象哈。这个就是台北盆地会有一大块地区会陷落。不过地动中心表示，山脚断层短期内活动的可能性真低。有学者嘛分析，山脚断层发生大地动，一届差不多要700年，而顶一届台北大地动已经超过300年，到达才过这个周期的一半。不过政府过度的开发，包括五股、泰山、地势较低所在，吞吐超过2站楼悬，写到未来若去用吞吐，可能会缩短地动的周期，造成大楼倒去、土瓦变暗、海水为淡水河灌入来。台北部分地区变作是烂地，新增树林以北、甲干道是头一个会受到影响的所在。不只是三角断层，别的地方传过来的地震，震度5级以上都有可能会产生液化。那液化的话，就会让你的这个房子的基础呢失去支撑力。我们有老屋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有这种10几层的大楼，没有经过结构外审的。目前台北30年以上的旧厝有64万户。防灾型的途径袂当是讲讲的尔，就要赶紧落实。学者认为讲，政府还佫要重新清点国土规划，还佫有区域都市计划，透过途径来减少驻防地区的开发。地动若来的时阵，才会当甲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风增强，北台湾温度的下降，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敢若16度。若中南部是喺说日是暗时温差较大，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正方面的水汽会增加，桃园以北东半部有局部低阵雨，过道伫山区有局部低阵雨。今仔日透东北风，伫北台湾温度会下降，低温大约是21度至22度。早起上低温出现伫新竹，敢若16度。今仔日日时高温大约有28度至29度。若明仔水汽就减少啊。到拜五到礼拜水汽会增加，天气会变作较无稳定。北部、东半部落雨机会拢会提悬，中南部过道嘛会落雨。另外，今仔日甲明仔有可能有一个热带系统咧形成，也毋过强度也无啥确定，敢会有影响？这部分爱阁继续观察。来关心电价审计委员会，即马是确定讲，今年10月份无要起电费钱，也毋过明年开始，一寡用电较严重的大户，热人的电费钱会延长加收1个月。咱若商业总会是呼吁政府爱赶紧开放边境，因为有开放，因才有生意通做，嘛才有法度拼经济。商业总会向蔡政府发声，希望尽早开放国门，让商业环境恢复正常。理事长柯树普表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王必先打电话呼吁，开放国门政策在2天确定了后，就会对外宣布。现在国内比外面危险，怎么是你去封国境呢？那封死自己而已嘛。最新跟他的说法是说，这2天都有在密集讨论，我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决议。那我想应该是10月以后了。什么时阵开边境？王必先回应也在积极讨论。另外，电价也是工商业界关注重点。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会决定，高压用户热天电价明年起要增加1个月，也毋过10月起电价冻起。从明年开始会从5月中开始到10月中，就是前后各延伸半个月，所以下月期间会延长变成5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同步会配合调降非下月的电价，来维持全年的这个平均电价没有改变。那台电这边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说在白天用电的部分会比晚上用电的部分那个电价来的这个比较低一点，因为白天有很多的太阳能光电可以挹注进来，只要有好的配套措施又有好的方案的话，很多企业会自然跟着调整。虽然热天电价延长，也毋过上总认为有配套措施就会当接受。学者也认为差别出价对于分散热天电力需求压力有帮助。那他就提供了一个诱因机制，想办法把这个生产活动分散到非加夏季月份去，使得这用电的尖峰不会造成那么高的负荷。古正阳表示，发电成本开始增加，为了无要让国内物价一直起，冬季电价做法无符合资源使用合理性，央行应该赶紧想办法控制通货膨胀，才是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继续来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
总统蔡英文之前去防灾应变中心巡视，过念煞就离开，因为联络有订单，唔知影地方政府单要发言引起批评。为着要化解民怨，总统府即马是宣布讲，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日要去花东，要去灾区巡视。花莲县长徐正伟甲台东县长姚庆玲拢会陪总统去灾区。总统嘛专工去花莲组织基金会拜会正念法师，来关心联合报。918大地震造成台铁花东的铁基路变形未通，可能要修理1月日。这段时间，花东的民众拢爱靠客运来接送，刷落来都有双十节连假，运输计划一定会受影响。昨昏就有民众怨叹车班1点钟才一班，无位就要搁等后一班，一个等落去就是1点钟。来看自由时报。经济部伫昨昏公布8月份外销订单金额是545.9亿美金，年增2%，这甲7月份比由乌丙红，其中东南亚国家协会订单是创下历史新高。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44500个本土病例，咱国内即阵总病例数本土病例已经加强超过600万例。新冠本土确诊人数高超过4万例，28日增加44500例本土病例。全台由原以新北市9000多例上济，中东前有68例，死亡有33例。累计今年以来，本土个案已经突破600万例，达到601万82例。今天是比上周二有下降的4.9%，我们还是要再观察明天的一个明天的个案数哈，那再来做一个确认啊。那当然是有可能上周就是高峰。另外，确诊死亡名单中208例，指挥中心表示有4例是病院登录错误，将确诊出于个案登录做死亡个案，也有4例经过中心检判，将个案感染新冠为直接死因改做间接死亡，也是遗毒。累计今年死亡个案有9783例。因为已经是解隔之后的死亡，应该主要还是本身的肺炎或者是心衰竭等等这些造成的直接死因，而不是新冠病毒感染造成，所以把死因从这个直接死因移除。除了新冠疫情，专家也烦恼流感疫情，因为疾管署监测发现9月第3礼拜监测到89例流感阳性，其中 A 型就占80例，推测今年是 A 型流感年，恐惊有400万人得病。那你大概可以估15%到20%的人口可能会被感染流感。那今年流感一定很有可能会跟 COVID-19 撞在一起，同时感染2个病毒呢，疾病严重程度会增加30%。庄仁祥表示，过去2年多来，国内采取挂喙암甲边境检疫措施14天，流感动静减少。不过今年入境检疫天数改做3+4，流感开始强要压起来。未来边境开放了后，一定会有一波流行。10月初1开始，注流感疫苗，不是注公费对象的民众，也鼓励自费注流感疫苗做防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同齐来关心即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5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4474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强已经超过600万例，日本超过2000万例，韩国超过24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是有9700万例，印度有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乌克兰较亲近俄罗斯这个所在有4个分离主义势力，第20日时有举办公投，因是想要加做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毋过乌克兰是表示讲，公投无法度改变任何代志。俄罗斯是回应讲，应该互这百姓家己决定家己的命运。对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松、扎波罗热等地要伫9月23到27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是毋是加做俄罗斯的一部分。路透社记者伫这个所在做记者的调查访问。Произошел самый настоящий захват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при этом будет проведен нарушение всевозможных позиций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俄罗斯伫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铺开分离主义势力，直接宣布是毋是就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佮呼吁俄国总统普京公投了后，赶紧将这领土纳入俄罗斯。另外，一个由分离主义控制的卢甘斯克，甲由俄罗斯占领赫尔松、扎波罗热地区了后，宣布对立住，这所在占乌克兰领土差不多15%。It will not change anything. Sorry? The Russians can do whatever they want. It will not change anything.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И вся нынешняя ситуация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они хотят быть хозяевами своей судьбы. 美国白宫对公投决定表示反对，表示莫斯科可能是因为伫战场失利，就按伫这所在招兵买马。俄罗斯目前摕到顿涅茨克60%领土，伫7月时阵用要摕到全部卢甘斯克。伫这个月伫乌军反击了后，撤出附近的第一大城哈尔科夫，失去这两个所在前线主要补给线的控制权。扎波罗热虽然互俄军控制，不过并无摕到首府。哈尔松也首府是俄罗斯自入侵甲即马为完整占领的主要都市，乌克兰已经发起一摆重大反攻。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美国马里兰州有一个涉嫌杀害前女朋友巴基斯坦的查甫人，封关22天。即阵是因为有一个探讨犯罪个案的 Podcast 节目提出疑点，检方嘛阁找到新的证据，即马要重新调查。即阵法院已经撤销这个嫌犯有罪判决，互伊登去处理，等待重新审判。马里兰州法官8日撤销对沙伊德的谋杀罪判决了后，巴基斯坦的沙伊德带着笑容行出法庭，真侪支持者大声欢呼。42岁沙伊德涉嫌伫1999年吹死迄当时18岁的韩裔前女朋友李海敏，佮将尸体等伫巴尔的摩一个公园过2年，伊被判终身监禁。虽然伊一直讲家己是清白的，不过几摆上诉拢互驳回。到伫沙伊德封关22年了后，检察官重新展开调查，发现真侪疑点，要求法官撤销有罪判决。沙伊德19号当庭释放，终获自由。Our re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 original prosecutors and the subsequent prosecutors in th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failed to disclose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alternative suspects, one of whom threatened to kill the victim and had motive to kill the victim, and both of whom had a patter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检方表示，毋但有其他2名嫌疑人可能涉案，关键证人的证词也有待确认。负责侦办的警察是有种族偏见，更较重要的是，因找到可能推翻沙伊德伫犯案现场的新证据。这寡疑点，上早是伫2014年由芝加哥广播电台的 Podcast 的节目先提出。迄当时，主持人对检察官使用的证据提出质疑，吸引全美国数百万听众的关注。那沙伊德到底敢有罪，佫开始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What we are currently waiting for is DNA analysis, and so we are going to try to expedite that. 伫知影这个案有新的发展，死者家属真惊吓。They want the truth to come out. If the truth is that someone else killed their sister, daughter, they want to know that more than anybody. 家属认为检方迄当时侦办确实有疏失，希望会当早点查出真相，还互因一个公道。沙伊德虽然得到释放，也不无代表无罪，伊目前依然需要伫厝接受电话监控。法官将伫30天内定出终审日期。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关心大西洋今年头一个风台Fiona是甲波多黎各扫甲密密麻麻，当地做大水，佮发生水崩山，而且断水断电，即马进入紧急状态。气象专家是表示，风台会阁继续增强，所以灾情恐惊会阁较吃力。Fiona 季风扫对波多黎各去，画面内底做大水甲积水的情形是真吃力。为空中看去，规片土地是浸伫温湿的土浆水内底。Fiona 季风是大西洋今年头一个季风，虽然是1级的，不过带来大水雨，互波多黎各做大水，部分积水的所在嘛有要80公分深。一寡真罕咧淹水的所在，即个嘛无得闪。Fiona 季风19已经刷向多明尼加，不过雨也是持续伫落。目前知影波多黎各有2个人死亡，各地是一直传出灾情，包括水崩山、路袂通、树仔倒去、桥断去，规个岛屿拢无电，19万人无清气的水通好啉，1000人都要撤离。总督比尔·路易斯形容讲，部分地区的灾情是比5年前玛利亚季风来的时阵还佫较凄惨。Los daños a la infraestructura, a los cascos urbanos y a las residencias han sido catastróficos.
2017年马里亚飓风的灾害，波多黎各是还未完全恢复。迄当阵马里亚飓风严重损断全岛300万人的恶梦，即马阁因为菲奥娜飓风阁一届发生。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波多黎各进入紧急状态，联邦紧急管理署嘛会启动救灾计划。多名人家的崩塌卡纳，路面是规个路苍苍，电火条倒去，卡伫个人的厝顶，路面的树仔嘛甲车路挡掉咧。真侪徛家的厝顶，嘛拢去互风扫甲飞去，市区是悄悄熄电。这个菲奥娜飓风的威力是真惊人。菲奥娜飓风上大的风速达到时速155公里，沿路吸收水汽。到多名年假的时阵，已经发展做2级飓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估，可能会增强做3级飓风，恐惊会持续带来地灾性的雨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墨西哥伫拜一的是发生规模7.6千层的大地震，目前已经知影有造成2个人死亡，几60人受伤，而且阁有3000多栋建筑物损断。来关心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头摆伫联合国的大会发言，伊有讲到海洋法公约，也毋过无讲到2016年南海的仲裁案。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之前有讲会出兵保护台湾，美国甲加拿大军舰昨昏遂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稳定印太地区约定。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看今年国庆的烟火会伫家己举办，伫早暗7点半的时先伫高雄南园试放。今年国庆烟火头摆结合光雕、水舞、无人机，也有交响乐团会同齐演出，要希望互民众无同款的感受。暗暝美丽烟火加上数百台空中摄影机，配合音乐，慢慢摆出平安2个字。现场上千个民众早就准备好这一刻，有人摕好相机，有人摕好手机啊，赶紧来翕这一刻。开始期待双十国庆的烟火了，很棒，很期待双十国庆。2017年国庆烟火昨暗时7点半，先伫嘉义高雄南园园区外口试放。这是国庆烟火第一摆结合光雕水舞、无人机甲交响乐团共同演出，希望互大家甲以前无同款体验。包括水舞，包括无人机的这个展演，这个都是过去有别以往的国庆烟火，就是希望在疫情过后的首度的国庆，那可以让在国庆烟火上面可以有非常不一样的呈现。七彩光影照伫个路面，民众讲试放时间无到5分钟，看到无够劲，国庆要过来。国庆节正式烟火晚会表演时间会有45分钟，其中放烟火有30分钟。嘉义县府也为迄一天要来数万的民众提早做好准备。今天的释放啊，那基本上在看整个无人机跟整个烟火之间的搭配的方式，那是否适当？那包括整个嘉义县政府。相关的一些交管，包括测试人群的整个的动向，那我想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县府也提醒，国庆迄一天现场禁止私人空中摄影机来翕，若违反会用垃圾器干扰飞行，请民众一定要遵守迄一天活动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前新竹市长林志坚牵涉抄论文的风波。若即马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嘛互周刊曝光伊的博士论文，真侪所在是抄注册会的研究案甲论文。也毋过，伊强调讲，伊的博士论文用注册会的资料，拢是合理的使用。伊嘛公开家己的论文，欢迎大家去检视。我想请问大家，到底是大家相信《镜周刊》，还是相信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你是相信慈济，还是相信我们的卫福部？你是相信台大，还是相信林志坚？论文风波持续发酵，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透早亲身出面背会，还佫提出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学论会会函，要证明伊的博士论文无任何抄袭的问题。根据周刊的报道，高虹安的博士论文直接使用甲其他注册会研究人员共同发表的研究案，所无写资料的来源。我是第一作者，我有我的著作人格权，同时我的著作权是合理的范围引用使用，这都没有问题。经济部委托资策会的计划所做出来的研究成果，简单讲，资策会拥有这样的一个著作权。高委员有没有向资策会
在任何时间点有申请使用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作为他的论文。高虹安强调讲，博士论文引用注册会研究计划内容，符合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范围。不过，猎鹰嘛进一步提出质疑，著作权是属于注册会，引用应该提出授权的申请。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辛惠虹批评讲，伊是摕国家的钱做一个假生啊。拿国家的钱寄生国家，没有做出任何的引用跟任何的标注，那这个不但是骗了纳税人的钱，甚至现在还在新竹地区骗票。针对外界对于高虹安委员论文的各项质疑，那高虹安委员应该主动向校方提起学术伦理的调查，以昭公信。针对周刊指控论文比对了后，相像的比率有32%，超过标准。高虹安嘛反击，2018年到毕业论文的时阵，新生哪提大学已经有放入去系统走过，相像的比率敢若6%。伊嘛公布伊论文的网址，让大家下载检视。记者综合报道。918大地震，全台湾拢真关心，即马嘛正做台北市长选战的焦点。国民党的蒋万安有发表伊的城市内在政策。若民进党陈市长是伫面册写讲，伊要加速危险老厝的都市更新。无党籍黄珊珊是透过网络影片，讲伊要针对淡水河烟花5个行政区建造防灾的途径。台东花莲大地震也引起台北市长参选人的关注。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第20发表城市内在政策，讲要提升灾害防治办公室的层级，扩大消防人员的编制，嘛提出都市更新政见，要为有公共安全疑虑的建筑优先做公办都市更新。透过公权力，我们对于危险老旧的建物要即刻的进行都更，而且我们台北市自己的公有建物开始，我们先办一个示范，鼓励市民检视自己的建物。无党籍黄珊珊针对洪灾嘛，伫面册打影片，搁在说明家己的政策，要优先沿淡水河的北投、树林、中山、台东、艋舺5个行政区加速做都市更新。除了河岸要漂亮之外，其实河岸尤其是淡水河沿岸的这5个区，刚好就是土壤液化潜势区。所以我们提出的这个是为了解决安全的问题，再解决美观的问题。民进党陈市长19号嘛伫面册打文，讲要降低公办都市更新的户定，伫4档之内核定2成，嘛会成立都市更新专案小组，提高行政效率等等，加速对危险老厝的都市更新。记者郭文正派文台北报道。即届地震震央虽望伫台东，也搁花莲玉里灾情上界严重。台积电即马按算要援助弱势，也搁独机的时段。花莲县政府嘛有成本救助金，而且即马搁有设收容所，要互受灾户先有所在通住。壁边渗一个比一大棚，1楼严重车气，有封锁线。玉里镇代理镇长江东成讲，灾后清点受损的民家拢总139户，需要补强也是拆除上级别爱处理的有5栋民家。大城爱拆的就是这栋，因为外一边列做危险建筑物，而且这栋搁伫山峦仔顶，也挖进一间民家，地基搁有烧钱的情形，而且这间厝敢若一直伫厝落去，已经地歹分隔墙。厝边也是烦恼，厝若是继续厝落去，地震过来，大真正有安全顾虑。怕这个房子如果在地震的话，房子垮下来，这个上面的又往这边倒的话，我们怎么办？能逃得出来吗？玉里上坡地区真侪间民家严重受损，像这户门前的土骹翘30-40公分悬，行入客厅发现土骹起一边，已经无法度住人。这个本来是跟这个平的，很怕。不敢住。拆除的话，我们会补助他一定金额的救助金，另外有一定期间内的一个出租租赁房屋的一个经费补助。918地震第3天，玉里镇也是有袂少人，若无水通用，甚至无厝通住。台积电造成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特别前往灾区关怀，强调这个救援主要是援助弱势甲独居的长辈，不是全部拢收。我们会做筛检，我们会有附属厂商。专门对建筑、专门对地震修复的专业人员来做评估。花莲县政府表示，针对受灾户的援助会发救助金，原来有设收容住所，提供受灾户暂住。
也是互因租金补贴，若是家电机车者因为地动受损的，原来有规划相关补贴，最近就会公布申请办法。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玉里伫市区有一栋老瓦厝，伫地动迄天倒去，昨昏已经全部拆刷，路嘛已经铺淡仔架。那玉里嘛有真侪水管因为地动的关系断去，所以目前玉里是减少水业供水。民众各部长拢爱去加水站灌水，嘛有健身房真好心开放予当地灾民洗运输。工具车开入的现场，快速铺点仔架，工人详细整修路面。这是9月8强烈地动花莲玉里一栋3层楼高的建筑物倒去的所在。花莲县政府伫得到出主动了后，20透早完成拆除工作。规模6.8强烈地动影响玉里真大，带伫地下的自来水管真侪所在断去。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目前用减压供水也未停水，不过因为水量少，无一定有法度拍起的水塔。自来水公司出动3台水车加水站，予民众提水，嘛加派水车补充民众用水。大同路，我那边正文开始就缺水到现在啊。那已经2天多，快3天了啊！这就是来提水，对，只能用提的，就是厕所先挡着。有民众去加水站提水通使用，店头嘛准备好，予民众通买新水的物件。健身房嘛开放洗肠的设备，予出来欠水的民众会当来洗身躯。感觉很温馨呐，因为最近都没有水啊，然后又没有热水，这边还有提供热水。觉得想洗一场舒服的澡。地动的威力真惊人，民众厝内电视落来永无破去，买新电视的人袂少。店头讲业绩成长2-3成，有袂少人厝内玻璃破去，无用找玻璃店重新定制。不过头家讲，其实伊损失嘛真大，30-40个都有了。哦，平常有这样吗？没有啦，平常哪有可能？哦，这都你的呀？都破掉了。玉里镇西边的倒溪乡金龙部落的路里，一寡民家的围篱啊倒去。当地教会2楼礼拜堂并出现真大面积壁去，天棚嘛落来。好在迄天是做礼拜结束了后才发生的。记者综合报道。那玉里的春季国小嘛，因为地动的关系，学校有一寡所在放弃倒去。即马呢，学校是宣布讲，即礼拜囡仔拢用线顶上课。那学校嘛，赶紧甲倒去的所在开始咧拆，要拼后礼拜会当开放转去学校上课。什么气候型？什么气候形态？坐伫门口埕，敢若会当用电脑上课。春季国小的校园因为地动受到损伤，所以改用线顶上课。学生是真期待会当赶紧转去学校上课。老师比较清楚的讲话，然后又可以跟同学玩。镜头的另外一边，老师是无用咧上课，伊就拢先刷去边啊。教室内底敢若剩老师一个人。校园规个看起，因为地动损伤了真严重，校舍甲走廊有真侪所在拢放弃。考虑安全问题，为这时开始采用线顶上课。廊道那个工程大概今天晚上呢就会完工了哈。如果有教学上有问题的话，它其实可以到另外一个空间去实施教学。校园内底规个烟烟火火，拆除完成了后，还阁爱清运。工程人员当地赶工课，希望要拼后礼拜恢复实体上课。同款伫玉里的上部国小，20已经恢复实体上课。透早校长带大家做地动的演练，真侪学生心内要是感觉担担啊。地震来了，好，我们要做什么？因为我会怕地震。地动了后，大家是紧要咧做中间的工课，要互校园早日恢复原来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顶日花莲大东大地动引起民众对防灾意识的关心。其实，伫台北市12个行政区，每一个行政区拢有一个防灾公园。这防灾公园普通时啊，就是民众去行大佚佗的所在。大家会当去注意看卖，离恁兜上近的防灾公园伫倒位？18台东花莲大地动，老厝倒去，甚至几落条桥也放弃，引起大众对防灾的关注。若是伫台北市发生严重的灾害，民众敢知影会使去倒位避难？记者即摆人伫咧台北市内湖区的大湖公园遮，这伫平常时是民众会使来行大佚佗的所在。不过伫灾害来的时阵，这就变成一个防灾公园。当重大发生灾害的时候，那民众除了从家做那个地震3步骤外，完后，他可以直接到外面的空地。当无法返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台北市会开设防灾公园。台北市每个行政区拢有配一个防灾公园，总共12个，大约会使收容10万人。若是无够用，无另外紧急避难处所等等会使使用。
风灾公园是临时的避难空间，也是指挥物资分配的空间。伫民众到公园避难的同时间，市府也会确认周边学校、公共空间的状况。若是安全无问题，就甲公园内底的民众刷到室内的避难场所。那防灾公园里面，我们大概会有23个项目，那会分为行政管理类跟灾民收容类，还有一个就是用水设备类。从民众的报到，再做最后的安置，还有平常的物资的发放。消防局表示，若发生灾难，因会透过广播、市府网站等等的管道，向民众传达避难的资讯。针对平常时风灾公园的宣导，会透过网络宣传，要是演练等等的活动，向民众宣传风灾公园的资讯，让民众知影伫灾害发生的时会使安怎应变。记者郭文正派文台北报道。消防署伫南投德山内消防训练中心办理2022年车祸救援比赛，参加的是全台湾内的消防队加强14队。这个训练嘛要互消防人员补充技术，互相交流。咱台湾人当年因为车意外受伤甲死亡的平均都40万人，所以救灾人员伫车搜救训练就更加重要。但消防署就选伫南投德山的消防训练中心举办车救援挑战比赛，要验证消防人员平常时训练的成果。今年1到5月，总共有15万件的交通事故。那平均每个月会有1245人死亡，受伤的话大概会有19万。那各位就知道这个数字很高，所以我们对向人的训练会加强车祸救助这一块。那我们希望透过比赛，来做各位的技术交流。比赛时，每一个队伍拢安排不同的状况，而且要伫20分钟内救出一个伤员。规站的过程要顾到指挥团队、现场安全、器材运用，还有伤者送到病院进行的救护工作。每一个救灾人员拢专心投入，展出绝对的专业度。那我们准备的时间大概是从8月到现在，那操作的感受是我们平常操作的难度会比这个更高，所以感觉这个流程我们做起来还真的很快又很顺，然后大家同仁默契都很好。那我们平常是利用假日的时间大家集合起来训练，因为我们一收的分队长他就坐报废车，所以我们有捡不完的车子。相信这一次行程我们一定可以有满满的收获。这届参加比赛队伍，唔有10队是来自台湾各地消防机关，有民间4队义消团队，大家汇集来到这，互相学习，望透过比赛交流，充实救灾知识，伫灾害现场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想要去庙里行一转，即马透过科技嘛会使。文青园甲美塔园宇场合作推出台湾文化园宇场，用北港朝天宫做主题，利用 VR 技术，唔但会当互你看到庙会活动，新民阁会出来甲你互动。台湾文化要安怎推广出去，互搁较侪人认识到本土的水？文化内容七政院甲跨国企业美塔合作，推出台湾文化园宇场，用科技将北港朝天宫的宫庙活动，透过 VR 技术送到咱的面头前。文化跟科技怎么结合？怎么让文化内容产业在一些新的领域是有办法让台湾维持在世界的领先群，都是一直我们一直在很想努力的事情。所以我这边成立以来，就会去推动很多文化科技相关的一些事情。敢若看还阁无够 ，VR 技术唔但会当伫虚拟的世界去宫庙，就连新民嘛会出来甲你互动。我是顺风耳 ，Hello， 我是千里眼。你看，我们带你到朝天宫的元宇宙来了。所以透过元宇宙可以先让世界看到台湾，看到北港朝天宫。我相信这是很好的结合了也让全世界了解到台湾宗教文化伫 VR 的世界内底，民众会当有浸水式的体验，参拜、跋杯、求签、点香等等，伫遮拢看会到。有科技的帮衬，文策院希望会当继续甲企业合作，将本土文化推广到国际，增加台湾文化的实力。记者麦尚莹、谢桂林台北报道。嘉义在地表演艺术团体山脉洞有一身合作时间旅行的布袋戏翁仔，真出名。翁仔戏衫顶悬用扎节春仔花做装塔。山脉洞即马有举办免费教人做春仔花，要传承这项传统手工艺。
大人囡仔大家拢专心甲手中的线一连一连营造春仔花。嘉义县在地表演艺术团体3脉动最近免费举办春仔花体验的课程，推广这项传统手工艺。蛮不错的啊，因为那个材质啊、线啊都蛮特别的。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也很新奇，然后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注意力，我觉得不错。3脉动创造的金刚布袋戏红仔当中，有一身造型真特殊，合作时间旅行。伊的戏衫唔但代表台湾数百年的历史演进，阁使用真侪春仔花来装塔。时间旅行捌对海军巡逻舰队去到白球展览。时间女神身躯的春仔花有300蕊，一蕊1000块，总共要30万。所以伊是阮目前3脉动的镇馆之宝。3脉动表示，当初因为这身红仔，才有机会甲中华鹿港的施礼梅老师合作。了解春仔花嘛拄着传承的问题，所以举办活动来推广，希望民众认捌这项代表祝福甲喜气的传统手工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意大利。意大利伫这个月25要举行国会大选，民调即马是显示讲极右派意大利的兄弟党支持度有领先。党主席梅洛尼是一个女性，准讲伊选赢会着当做内阁，伊就会成做意大利头一个女总理。也毋过极右派政策是反移民、反对摕囡仔，立场有较保守。女总理敢会替女性争取权益，即马嘛引起关注。400.000 nati nell'ultimo anno in Italia non è un inverno demografico, signori, è una glaciazione. Non penso che il problema della denatalità si possa risolvere. 梅洛尼甲伊共同创立的意大利兄弟党，成立阿未3年就有机会挑战执政大会。强烈排外反移民的民粹竞选中心已经超过，中道派的民主党以25%的支持率成做领先者。Giorgia Meloni in quanto donna la reputo un personaggio molto forte, sta dando voce alle donne di tutta Italia ed è una persona che è molto patriottica. Quindi 极右派提出捍卫女权，替梅洛尼挑战头一位女总理做事。随时上是矛盾的梅洛尼电影散布女性遭到性侵哀求的和平，为的就是指控移民犯罪。另外也主张设置对待 AI 的网站，以公布母亲的名，反对同志权甲互性收养，坚持捍卫所谓的传统家庭价值，也护妇女烦恼，以未来会利用权力打压包括提囡仔在内的女权。Sarebbe bello vedere una donna in politica a ricoprire il ruolo del genere, magari non lei, magari qualcuno con delle idee un po' più aperte, più attuali, mettiamola così. 梅洛尼甲同款右派的联盟党、意大利力量党结盟，光复支持得票上侪的政党执政，胜算较大。后边对极右派高将政权的可能性感觉烦恼。德国执政党19听来访的意大利民主党会来谈，呼吁唔通互民粹主义分化欧洲团结。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生活压力较大时，乡亲另爱帮互轻松，才袂破病。南韩伫顶一日有举办一场激放放射神的比赛，参赛者伫点半钟内爱放互轻松，袂使耍手机啊，嘛袂使讲话，袂使困，袂使笑，啥物代志拢免做。结果激放放就会使，射神看啥人的心跳上稳定，那上稳定的上赢。上课上行的射神无专心，毋过所谓这场射神比赛所比的就是向上高射神。这原来是平常时工作压力大的人，难得有一个放灵的机会。有人特别早游泳，有人递线帽啊，有人故意演场啊。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好亲像拢有准备。 학생 때부터 이제 교실에 앉아 있으면 창문 밖에 보면서 멍도 많이 때리고 해서 친구들이 막 왜 이렇게 멍 많이 때리냐고 했거든요. 그래서 더 저한테 의미가 있을 것 같아서 참여하게 되었어요. 这个比赛规定参赛者伫90分钟内袂使用手机啊，袂使讲话，袂使笑，不过嘛袂使困去。工作人员15分钟就会监测心跳，离开这种情形就会淘汰。让做啉水去便所会当举牌啊，嘛会当要求工作人员提供电信风也是掠铃的服务。不过这个动作嘛有可能影响心跳的速度。参加比赛人爱家己斟酌。 最后，这个比赛是由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摕到冠军。 저 같은 직장인들은 어쨌든 머리를 계속 쓰고 생각을 많이 하고 쉴 새가 없잖아요. 근데 어쨌든 이런 기회로 잠시나마 좀 멍 때리면은
这个世神比赢人讲，平常时啊，以往来看棒球，互家己放松。这个世神比赛上早是韩国行为艺术家伫2014年所创办，目前已经是国际各大城市巡回活动，台湾嘛捌办过。对现代人来讲，小看世神嘛无啥物通见笑，因为休困是为了行更较远的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泰国有一间餐厅推出一款汉堡，是豆糕羊挂包，甲胖甲豆糕包起来食。听讲食起来，袂亲像听起来遐尔恐怖，而且佫真营养。是啥物款滋味？咱同齐来看卖。伫东南亚的国家，亲像泰国、街仔路，拢会有即种甲糖煎甲酥摕来做点心伫卖的路边摊仔。虽然因家己感觉真平常，但是外国人若看到，真少人敢买来食。不过最近伫泰国，一间专门卖汉堡的餐厅，就推出一款真特别用豆饼仔做的汉堡。但是这款豆饼仔汉堡可能甲你想的无同款，食起来袂酥酥，加落去嘛袂脆脆。汉堡餐厅的头家先将一包物件倒入去碗底，这一块一块的物件，就是已经将壳甲丝拢加掉，只剩身躯部分的豆饼仔，然后把这个豆饼仔慢慢磨做粉，再搁将这种粉掺入去汉堡的牛肉排内面拉做伙。伫煎牛肉排的时阵，嘛搁掺一寡这种粉伫顶头，了后按照一般做汉堡的方法做出来的，就是真特别的豆饼仔汉堡。这种豆饼仔汉堡到底食起来是啥物滋味呢？ก็รสชาติที่นี่ผมว่าทำได้ดีตัวน้ำซอส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ทำแล้วก็ราดมันทำให้ไอ้กลิ่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ว่าเราไม่รู้สึกเลยว่ามันมีไอ้ตัวผงที่เป็นตัวแมลงอยู่。事实上，目前伫泰国已经有几啊千个专门伫市场内卖的农场，过去大部分拢是用来做动物的饲料。但是，亲像豆饼仔本身有真丰富的蛋白质，佮有维他命，即马磨做粉了后，民众的接受度会较悬。若是汉堡，嘛会当佮变出更较侪款豆饼仔胖、豆饼仔饼。未来食豆饼仔，无伫卡会变做是一种新的流行。记者甘美恁编译。为了解决塑胶粪扫的问题，法国即马有新创公司甲回收业者合作，回收定的塑胶甲加护喙做细地的停车帮，一块一块甲倒起来了后，就当变做一个停车架。若用这个停车帮用做停车架，就唔免铺担仔架，安尼雨水佫会当摄入去土吧。推出了后大受欢迎，即马订单接袂离。工人甲边仔贴规台即款乌色的塑胶帮，一片一片蹙伫咧涂骹。法国有一间新创公司受到塑胶粪扫问题启发，研发出会当回收的停车帮，代替铺停车架用的点仔架，当做停车架，若落雨也佫当收集雨水。Arrêter les inondations, hein. On a des problèmes d'inondation qui sont bien connus et il va falloir faire d'énormes progrès pour arrêter d'artificialiser, arrêter de rendre les sols imperméables. Et donc nous, on avait vraiment une volonté de trouver un produit français, un produit simple, simple à poser, qui laisse s'infiltrer l'eau. 这款特殊的停车帮是用回收的定塑胶做的。过去定塑胶的粪扫只个会当烧或者是台，不过新创公司互定塑胶新的性命，回收了各含其他的材料，做做中式空心的帮，外形是正六角形，方便倒，每一个重5公斤，一瓶方公笑会当互40公升的水渗到土内面。C'est très compliqué de les recycler. Et donc nous, on apporte cette facilité puisque on va fabriquer notre dalle directement avec ces plastiques mélangés. Et c'est, même s'il y a des multicomposants, un petit peu comme du béton, vous avez des cailloux dans le béton, et ben nous on va avoir des infondus, des plastiques, des petits bouts de bois, des petits bouts d'aluminium qui vont être pris dans l'épaisseur de la dalle. 伫法国东部城市贝尔福的新创公司，自2019年成立就开始甲废弃物回收公司合作，大量收集定塑胶粪扫。伫法国一年的定塑胶粪扫量有到300万吨。新创公司的研发产品会当减少定塑胶的处理问题，因为产品会当当30年，也可能无限制回收再一遍制作，永续发展。Surface, on veut vraiment peser dans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Il faut savoir qu'à chaque fois qu'on fait 3 places de parking, on arrive à recycler 1 tonne de plastique. Donc c'est énorme. 这种环保停车架真是恶路，4月卖出第一批了。即马已经有到100多张的订单，生产排程已经排到2024年，希望伫咧2023年年底进行，互全法国的环保停车架会当到5万平方公尺，真正做到营地永续发展的目标。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
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